感谢神，他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，他的恩典永远够用，让我们更多的信心来交托给他，让我们更多来见证神的奇妙作为。我们一起跟着我们4到6年级小熊班的舞蹈，一起来看看他们要如何来敬拜神，掌声欢迎他们！唱歌，改变我生命，新奇妙的事让我见证。穿上这鲜艳的衣服，踏着这一块的脚步，感受你同在，你的爱，每时每刻，让生命发出你荣耀。让身体变成一盏灯，照亮这世界，能力影响全世界。你让我感觉好快乐，好像全世界都在唱歌，改变我生命，新奇妙的事让我见证。你让我感觉好快乐。好像全世界都在唱歌，改变我生命，新奇妙的事让我见证。穿上最鲜艳的衣服，踏着最愉快的脚步。感受你同在，你的爱，掌声加尖叫！每时每刻，让生命发出你荣耀，让身体变成一盏灯，照亮这世界，能力影响全世界。你让我感觉好快乐，好像全世界都在唱歌。改变我生命，新奇妙的事让我见证。你让我感觉好快乐，好像全世界都在唱歌。改变我生命，新奇妙的事让我见证。你有多荣耀，奇妙，让我见证你有多荣耀，多美好。给他们鼓励的掌声！奇妙，让我见证你有多荣耀，多美好，多奇妙。让我见证你主。哇！